今次同大家開箱阿聯酋航空嘅商務艙，想知道點解我玩得咁開心，記得繼續睇落去啊！睇完航班資料之後，我就直奔主題到候機室。呢度就係啦，等我入去睇下先。環境都幾舒適，我就不斷咁樣填飽個肚。佢哋真係超細心啊，仲準備定啲時裝雜誌俾我睇。我仲掛住食到爭啲趕唔切上機啊！安頓好之後呢，冇幾耐就 serve 晚餐啦。我揀咗杯紅酒同埋一個雞肉飯。早餐我就揀咗個西式奄列加牛角包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就行過嚟體驗呢一個空中嘅候機室。呢位空少哥哥仲非常之友善，不斷話要幫我影好多靚相靚片。睇下呢個 travel kit 入面有咩先？有部 Bulgari 嘅 Queen 啦，仲有潤唇膏，哇，連止汗劑都有啊！梳下個頭先。仲有埋香水。好啦，我而家準備要瞓一覺啦，拜拜。